人哋話貧賤夫妻就百事哀，實際上有錢佬嘅夫妻就臭屎密冚啊！話說富商陳樹渠之子陳耀陽剛剛都算喺監倉嘅邊緣走翻過嚟啊！今年年初被老婆李明慧指控佢對佢造成身體傷害同埋刑事恐嚇，喺庭上李明慧更加指控老公曾一度用刀架喺佢條頸上面，並聲稱老公陳耀陽會喺佢將呢件事告知他人之前殺咗佢。兩公婆一夜夫妻都120蚊啦，冇諗到反轉豬肚就係屎啊！最終裁判官喺9月12號裁定被告無需就刑事恐嚇罪答辯，另外再喺9月16號裁定佢襲擊造成身體傷害罪不成立。而被告陳耀陽喺被裁定期間一度攞紙巾抹眼淚，聽聞罪脫之後隨即激動落淚同律師團隊握手。佢離開法庭時同傳媒講：多謝關心，法律係公正嘅，相信兩個人就好快會離婚嘅啦。我諗陳耀陽呢世都應該冇諗到會娶咗個爭啲將佢自己送入監倉嘅女人啦。其實兩夫婦早已經貌合神離嘅啦。一個係大話精李明慧，極力想煮死老公入去監倉慢慢坐，所以你話有錢佬嘅兩公婆一係就唔爆，一爆仲精彩過大台嘅電視劇啦。而家去片重溫大話精李明慧同埋佢老公嘅背景啦。1998年烏公奇案主角之一李明慧喺2003年下嫁陳耀陽之後就生下一對龍鳳胎，一直過住闊太生活。年青嘅一輩可能未必個個識得李明慧。李明慧可算係歷來最傳奇嘅港姐，沒有之一。1997年李明慧參選港姐獲得亞軍，伴君為翁家瑞，兩人情同姊妹，但偏偏喺1年後出現兒女爭夫事件。當年海馬牌床褥老細烏有正贊助港姐選舉，佢因利成便，同李明慧打得火熱。1998年6月，李明慧拍拖短短10日就宣布喺同年閃婚。李明慧更向無線提出解約，一心諗住入豪門。但李明慧去美國工作期間，有傳媒影到翁家瑞同烏有正約會，翁家瑞更對外宣稱自己先係正印女友。最搞鬼嘅係烏有正火速承認其女友身份，最後兩人喺1999年1月5號喺美國嘅 Vegas 結婚。整件事件發生之快及離奇，認真令人拍案叫絕。另外，當時結婚時，烏有正同翁家瑞兩人更聲言要花1000萬控告曾公開批評過佢哋嘅藝人誹謗，包括曾志偉、張智霖、袁詠儀、伍詠薇、陳偉等。而李明慧亦敗走香港，離開傷心地飛到美國，後來認識到現任丈夫，烏公奇案從此亦深入民心，為人津津樂道。而李明慧現任丈夫家族身家過百億。陳耀陽13歲到美國讀書，大學修讀會計系，多年喺香港地產同埋電信業深耕。當年佢曾沾手電信股、新地，甚至創立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GlobalNet， 喺電信界都有一定名氣嘅。2001年時，陳耀陽為李明慧毅然離開電信業務，離開是非之地到美國定居。李明慧則喺美國讀心理學，陳耀陽就到 UCLA 學製作電影，後來更加踏入美國電影業，成為製片人。2003年，兩人喺美國成婚，於當地生活，其後回流返港，仍然保持低調，偶爾跟圈中好友鄭少康聚會先露面。陳耀陽家族不嬲低調，但佢同阿哥戀上同埋啜爆港姐，偏偏令呢個200億豪門讓大眾一睹風采。2019年5月，何艷娟被影到同一名中年男士喺派對上態度親昵，隨後該名男士被爆係已故知名教育家陳樹渠嘅55歲長子陳耀章，家族坐擁200億身家，多出吳志成30億身家，幾倍有突啊！何艷娟喺2018年宣布同年長40年、坐擁30億身家嘅富商吳志成結婚，婚後就升呢做豪門闊太，生活就幾級跳。
但不足1年就閃電離婚，兼全收到3億贍養費。何艷娟宣布離婚前嘅一晚，被影到同陳耀章喺 party 上又攬又錫，相當親熱。陳耀陽家族顯赫，父親陳樹渠係著名教育家，曾有數間以佢命名嘅學校。同時，佢同第2任妻子陳麗玲創立地產商寶星集團，旗下持有約超過100伙住宅、工商鋪同埋酒店作長線收租。較著名嘅有深水灣香島道55號蒲園，蒲園為7棟3層高分層物業，於1973年落成，落成後作長線收租之用。較少人知嘅就係家族寶星集團同時喺全球經營數千個青年旅舍床位，曾拍下於台灣日月潭西岸嘅一塊土地，開發面積達2.9公頃，興建超過300間客房，成為當地最大嘅觀光旅館，可以睇到日月潭日出嘅湖景。本港較大型嘅青年旅舍就係位於柴灣嘅青年廣場。業權屬港府所有。陳樹渠家族過往經營樂聲戲院、新星戲院，於50年代皆知巷聞。陳樹渠1973年病逝，其第2任妻子陳麗玲接手家族業務，已甚少沾手電影行業，主力房地產。被豬爆嘅陳耀章2021年接受專訪時表示，寶星集團嘅資產估值亦都由高位約240億急跌至當時嘅200億。香港持有嘅超過100伙住宅、工商鋪同埋酒店都係用嚟長線收租。另外喺海外亦有進行物業投資。集團喺2019年初嘅物業資產總額達至歷來最高240億，不過負債比率就僅僅佔總資產嘅1成。陳耀章表示，先母寶星集團前主席陳麗玲經常講銀行最叻落雨收遮。佢話媽咪未過身時成日教我哋一句，銀行最叻係落雨收遮，銀行絕對唔係你嘅死黨。佢哋喺經濟好嗰陣不停叫你借多啲，有啲人就總會雄心萬丈而中計嘅，高位買咗好多嘢，負債率去到6成、7成。佢再補充指，真豪宅從來只集中於港島山頂、西半山、東半山、淺水灣等，而九龍區則有何文田、加多利山、九龍塘、筆架山等，其他自稱為豪宅嘅通通都係假豪宅，而呢啲假豪宅嘅蝕讓個案唔會影響真豪宅嘅市場。寶星集團嘅市場動作並不多，較為人注目嘅係2018年。奇士國際、寶星集團同埋市建局合作發展馬頭角津匯首批就沽 85%， 其後銷情理想。另外2022年佢哋斥資2億港元向藝人官恩娜嘅父親官有權等人購入汀九星悅海灣業權嘅公司7成股份，賣方及後就唔想繼續交易。寶星集團認為對方違反協議，所以寶星集團就入稟提控。陳樹渠嘅第2任妻子陳麗玲生前同花旗銀行做咗9份 accumulator， 損失慘重。當時佢哋提控花旗銀行經理誘使其投資，曾喺高院向花旗銀行索償5億。花旗銀行嘅 RM 出庭作供時，曾經指陳麗玲比較迷信，認為兩個人非常合拍，做親嘅 trade 都賺錢。花旗銀行 RM 透露，陳麗玲為公司其中一個大客戶，亦都係佢個人嘅最大客戶，因此自己同陳就非常之熟，所以陳有份決定投資時，佢只會作出非正式嘅風險警告。RM 又表示自己同陳就合作愉快，以管理陳嘅投資戶口10年，又指陳太只係睇價 total exposure， 而投資信貸額則交由寶星集團嘅財務總監黎瑞儀負責，並提到陳對佢解釋投資內容並不感興趣，並舉例講陳麗玲曾經想以高額買入 ELN， 當佢想解釋投資產品詳情時，陳即時 cut 線，及後再通話時陳直斥佢太長氣啦，而將投資交咗俾其他銀行職員跟進。RM 表示因此損失咗1000萬嘅生意，最終高院裁定陳氏一方敗訴，而花旗銀行可以兼得訟費。我哋呢啲小市民就好難想象到有錢佬嘅世界有幾咁天馬行空㗎啦。每次我哋唯有食住花生睇好戲啦。
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多謝支持。